過返去何文田啊，陣間拍第二條片啦。而家過返何文田先。咁呢個大黃格啊，冇乜特別大問題啦。記住我哋望下有冇衝燈車咧，我哋就唔使成個視線搬咗過去望啊，用我哋視線嘅闊度去睄就 OK 啦。咁但係你個腦裏邊要有呢啲材料，你先會識睄噶。如果唔係，佢就算有車衝燈，你明明係睄到，都變咗唔在意，見唔到啊會。所以咧，譬如我向前行，我睄住左邊有個紅色大車，巴士個廣告嚟嘅紅色。咁其實我都等於睄住有冇車衝燈啦。譬如去十字路口，我要轉右靠右啦，兩條線一齊轉右啊嘛。我即係轉右靠右啦。望下左鏡冇車同我一齊轉，咁我一路轉一路靠右咧，其實望一望左鏡咧，已經可以將架車啷翻過嚟左邊啦。咁已經等於一路轉彎一路望鏡，準備 cut 左線咁樣咯。咁同步我望左鏡嘅時候，其實都望緊有冇車衝燈噶嘛，係嘛？同步做埋噶啦，就善用你視線嘅闊度去望得更加闊，豐富啲個內容。但係我豐富啲內容，代唔代表我要望下個車房裏邊有啲咩人啊、咩面孔啊？唔使嘅。其實我主要望下呢兩架車會唔會褪出嚟，就睄住有冇褪出嚟就 O K 嘅嗱。睄住的士 cut 緊埋嚟，係嘛？一睄已經知道㗎啦，係咪？因為佢好明顯打咗燈喺我右邊車頭咁樣斜埋嚟啊嘛。睄一睄就知佢想點㗎啦。其實個動態好易睇啊，大家睇唔慣就成日要望住佢眼珠先至知道佢 cut 過嚟嗰啲咧。嗱，望右另一頭 cut 線啦。貨櫃碼頭九龍方向啊，上橋啊。望下左線有冇人咁樣趕我車頭咁 cut 埋嚟啦。九龍方向何文田應該啱啦。原本我如果行呢度行油麻地果欄嗰邊就最快嘅，但係嗰邊改咗路，因為整嗰條九龍灣繞道啊，所以依家焗住要行翻呢個嘅龍翔道方向歌和老街嗰邊去啊。係啊，睇下地圖咪咁樣行先。呢度前面有快上映50啊，略慢啲。何文田廣場啊，18分鐘，40幾 ，OK， 係啦，佢都叫我直去，18分鐘差唔多啦。左前，上坡上坡。今日就天陰陰，路面乾爽，少少潮濕啦。有1度嘅氣温都好舒服嘅温度嚟嘅呢個。我自己好中意21度咁樣，19度、20、19度開始涼涼地啦，好多人會着外套啦。但係我19、20、21呢啲温度對我嚟講，我都係着件短袖。如果唔係太大風嘅話，都唔使着風褸，都係好舒服嘅温度。跑步又再凍翻啲，15、16度嗰啲跑步就最舒服啦。兩邊望一望啊！咁我行緊條右線，陣間過咗巴士線，左前方係巴士線啊嘛。左前方巴士線，我其實依家有少少超速咧，行50啫，少少超速。好啦，過埋巴士線咧，咁有個左邊水馬，過埋水馬靠左。少少開燈啊，少少燈暗暗地啦呢度，為咗避看見而開燈啦。望下左，再望下左，係啦。OK， 望下左燈，望左，望另一另，你快翻啲70，70零80好 cut 啲啊！陣間左鏡一架旅遊巴，再望下左鏡。再望左鏡，再望均速貨嘅另頭 cut 得一條，再望遠處均速的士，再 cut 旅遊巴前面望到，佢冇急停冇急剎冇收慢就 OK 啦。咁跟翻個均速去啦。
係啊，因為有時掛住望左鏡咧，前面急修你會睇唔到啊。咁記住都係嗰句，你個腦要有呢啲內容，你先會睄到前面急唔急修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掛住望左鏡 cut 線咯，關速的士 cut 線咯，前面明明急修咗，其實你明明係睄到嘅，不過你個腦冇呢啲內容啊嘛，冇考慮過有可能前面會急修啊嘛。咁你咪就算睄到都好，你都唔知要收慢咯，唔為意咯。到你為意啦，cut 完線望翻前，哇！原來已經到啦。咁呢啲係好常見嘅撞車嘅情況嚟嘅。咁首先你要最好就係你未遇到就吸收到有啲內容，等你個腦有呢個內容。冇咁好嘅就係透過撞板嘅經驗，哇！爭啲撞埋佢添。咁嗰啲會令你會啟發到一個思考，知道要包括呢啲內容。最唔好嘅就係已經撞咗啦，去累積經驗。不過呢個經驗呢係最記得最好嘅，因為撞個板受過挫折啊嘛。咁但係最唔好嘅，即係最唔好就係呢個情況先學得識啦。但係我哋冇得揀啊嘛，我冇得揀出意外究竟係撞定唔撞啊嘛。但係我哋有得揀唔揀啲好嘅嘢嚟學，去豐富我哋嘅腦嘅內容。等我哋唔使撞板都知道會有問題啊嘛。咁呢個係最好，而且我哋都係有得揀啊嘛。不過通常都係㗎啦，通常即係個個都係啊，未受傷啊，未撞板之前咧，都係不以為意，唔使啦，邊有咁容易撞啊？係嘛，個個都係咁樣諗啊，係嘛？咁明嘅，因為輝 Sir 以前自己都係咁樣。咁我當然絕對係明白大家嘅心態，都係偏向呢種多啲。咁但係我用一個過來人撞板嘅經驗話俾大家聽咧。有啲鑊我哋孭唔起嘅，有時意外嘅嘢一次就已經冇得翻轉頭噶啦，係啊。咁我試過一次，即係死神喺身邊擦身而過，我就知道啦。哇，原來好脆弱嘅啫喎，啊一下咁就拜拜嘅咯，可以啊。原來點知嗰次冇事，好彩。咁就係我19年個撞板嗰個交通意外，跟住去到20年就開始拍片啦。2020開始拍片啦，拍片話等我做翻啲好啲有意義啲嘅事先啊，等人哋揸車嗱，我一個樣板啦嗱，我唔係安全開，叫大家安全咁老土啊，我係百厭開啊，跳跳紮開啊，牙刷開嘅，我撞過板嘅，應該大家都唔係老土嘢啊，聽落係嘛，都係啲勁嘢啊，係嘛？咁希望用一個以身作則嘅過來人嘅經驗話俾大家聽，即係一個從來唔食煙飲酒嘅人講戒煙戒酒冇說服力嘅，又煙又酒又揮霍無度嘅生活嘅人，佢依家戒煙戒酒作息定時，咁佢講嘅經驗先至係津津樂道啊嘛，先至係咦？呢條友講嘢有啲參考性喎，係嘛？咁如果唔係一開始就同你揭開本聖經講嘅，咁樣應該都係好似我咁瞌眼瞓嘅會係嘛？係啊，咁所以我都好中意聽到一啲好有經驗嘅人分享佢嘅撞板經驗啊，或者最後係點啊，最後炒晒車啊，或者最後從良啊，咁嗰啲經驗我聽好多嘅。正所謂好嗰啲咧，聽得唔夠多。唔好啊！撞板嗰啲咧，成日都聽㗎，以前係啊，咁呢啲都係一啲人生嘅經歷嚟嘅。聽咗之後，你冇用嘅，可以當八卦知下。過濾咗嘅，呢啲位會撞板嘅喎，會領嘢嘅喎。啊，過濾咗之後，俾自己一個即係叫做參考啊，令自己可以引以為鑑啊。咁咪靚咯，或者聽落有啲廢話嚟嘅，原來啊佢錯嘅，講錯咗嘅，我嘅睇法唔係咁嘅，咁啊聽完咪算數咯，咁都可以加強自己即係喺正反嗰度嘅思考嘅能力啊。到你遇到一啲問題唔識解決、唔識諗嘅時候咧，你都比較容易啲，唔會諗得好偏激咯啲嘢。
會多角度諗下啊，原來企喺你角度諗，原來係咁嘅喎啊，咁我都試下企喺你角度諗呢，我又可唔可以試下理解下你？咁話唔定我都可以同你同聲同氣講同一樣嘢呢。咁唔係話叫你和應佢同佢同聲同氣，而係話你都係有自己立場嘅，只不過你用咗佢個通同佢講，我明白你，我明白你呢度點解會咁。但係我嘅睇法咧係咁嘅。如果唔適合講，咪唔好講你嘅睇法咯。如果適合講，咁咪大家研究下咯。因為你都要睇下對方嘅咩情緒噶嘛。咁好多時都係正反兩方嘅啫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都係社會大學嘅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。如果冇咗呢一格，冇咗呢個分析能力，冇咗呢個諗嘢嘅能力呢，其實就做好多嘢都行唔通啊，諗唔通啲嘢會係啊。呢個想 cut 啦，我冇乜收慢嘅空間讓俾佢啦，所以我唔係特登唔讓，因為我知道後邊嘅貨車跟得我好近啊。我收後邊嘅貨車可能佢載住好重嘢咧，揼得好辛苦。所以反正我見到右前方嗰個打燈，佢既然係有望鏡，而且速度又唔係大家好配合嘅話呢，我就唔讓好過讓啦。頭先嗰個環境，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？睇唔到睇翻 payback，睇翻20-30秒前嗰個有架右前方白色私家車 cut 咗。咁而家研究緊整個地圖仔落去呢，咁啊希望整落去好似打機咁啊，有個地圖仔打 GTA 咁，好似係嘛？有個地圖仔睇下行到去邊咁樣啦。全部都好多心機整啊！大家睇輝 Sir 口水片，就算做緊家務都好，咁啊記住留言分享、讚好、分享就應該唔會分享啦。我估大家睇完八八卦卦就算啦。咁啊肯幫手撳個讚好都偷笑噶啦已經啊！咁大家都分享下平時即係唔一定講揸車嘅，其實係啊，譬如社會大學嘅經驗啊，譬如之前有啲朋友仔好得意嘅。會問輝 Sir 我轉唔轉工好啊？會問呢啲問題，咁大家討論下咯。我又唔一定啱嘅，係咪？咁大家討論下，其實當一個抒發，揾人傾下偈呢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嘅動作嚟嘅，係啊。你咪當練下交際嘅方法咯。可能你平時好寡言嘅，透過喺網上面傾偈，咁即係你喺我頻道度傾，起碼我都可以監管住係傾啲正常嘢咯。都係最多都係搞笑嘢啊、惡搞嘢啊咁樣咯，即係唔會話講啲即係是非不分嘅嘢。咁我嗰啲多數都會介入嘅，我會即係如果非黑即白嗰啲呢，我唔會俾佢亂咁講嘅。通常都因為都有時有啲人行過路過睇到會感染佢啊。黑白要識分嘅，立場可以有，是非黑白唔識分就好大鑊噶啦。如果譬如好似我啱啱諗起啦，有個留言就話我話我打燈會累贅，唔同意，因為打燈係一個路面嘅禮儀嚟嘅。其實我意思咧唔係話唔打燈，唔係話嗰啲累贅，而係我意思係話。如果你打得多，直情考試嗰種打法呢，譬如呢啲咁一定要打啦，你 cut 右線一定要打啦，我 cut 多條一定要繼續打啦，係嘛？呢啲唔係話唔打燈，而係兩種情況。第一種呢，就係電光火石間，你譬如前面忽然間有嚿嘢要避，你即刻就要望鏡睇下有冇位避，你望得鏡嚟邊度打得切燈啫？咁嗰啲如果取捨呢，我哋唔會打咗燈先至望鏡啊。一定係揀咗望鏡先嘅，因為嗰啲電光火石間，你望得鏡望得切嘅話，你 cut 到安全避開嗰嚿嘢，脫咗困先啦。脫咗困，譬如我依家跌咗個黃格，脫唔到困啦。脫咗困，你先至講打燈都未遲啊，係嘛？脫唔到困嘅話，咁你打燈你撞咗車都冇意思。嗱，呢個係第一個情況。第二個情況，譬如你過一條街。嗰條街有好多死車嘅，3架車位停架死車，4架車位又停架死車，跟住隔咗2架車位又停架死車。咁你如果考試嗰套打完右打左一出一入，打完右打左一出一入，打完右打左又一出一入，
你冇理由重複4-5次做呢個動作噶嘛。因為點解呢？你會誤導人哋。只要你過咗第一架死車，就算你靠翻左靠翻右都好，大家都知你係繼續直行呢。你過緊死車呢，你就唔使又左燈又右燈咁累贅咯。因為點解啊？有時譬如你過完第二浸死車，工廠區啊，講翻頭先個環境啦，一架間疏嘅死車。譬如你過完第二浸死車，你係準備轉右嗰座工廠大廈嘅，咁你咪打翻盞右燈咯，人哋就會知道哦，你過緊死車嘅途中，你係想轉右入工廠大廈，咁工廠大廈嗰啲車咪要小心你啊，過讓途人嗰啲。又或者你過完第3浸死車，你係想轉左入工廠大廈嘅，又或者你過完第3浸死車，你係想靠翻左變成一架死車嘅自己，即係想停埋一邊嘅，咁你嗰盞左燈愛嚟咁樣用咯，咁你嗰盞右燈愛嚟咁樣表達你轉右邊工廠大廈，就唔會嗰盞燈就唔會係變咗啊！你過一浸死車一右，過完一左，過第二浸死車一右，過完又一左，唔會係咁樣用咯，因為你燈佢只有左右，因為佢冇其他選擇俾你，冇得出字幕噶嘛。咁有更加多其他嘢要表達嘅時候呢，所以我哋潛規則嘅話，我哋就唔會幾浸死車做一出一入都打左打右咯。個意思係咁樣，並唔係話啊大家節省佢好累贅啊，唔打燈，唔係咁嘅意思。咁所以呢，從呢個朋友仔嘅留言嘅字裏行間呢，好明顯佢唔係一個日常嘅駕駛者，100%唔係啦。因為佢好着重話路面禮儀要打燈，但係其實佢都有少少誤解咗我意思啊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有討論就有咩嘅空間啦，係咪？大家有討論就有進步嘅空間啦。咁我亦都唔係喺呢個位要針對性捽死你，唔係要咁嘅意思，而係話大家透過一個理解，明白咗點為之打得累贅，點為之打得精明呢？咁呢個都係我哋點樣善用呢個指揮燈。譬如我要靠左嘅，咁我依家唔 cut 住，因為點解呢個路口多車啊嘛？過埋啦，左邊 OK 啦。我過埋雙白線先 cut，仲有成100米俾我 cut，咁我咪依家開始望定左鏡啦，順便過埋呢個路口先 cut，我唔使擔心呢個路口會睇漏眼啊嘛。咁呢啲就係一個叫做精明少少，而且喺個暢通路面我先會用嘅。如果成條路塞到好密嘅，咁我梗係預早 cut 好啲啦，係嘛？預早 cut 到嘅話，咁所以呢度都係存在住一個彈性同埋有個思考嘅內容喺裏邊嘅。就唔係死板咁樣我一定要打或者一定要咁樣做，一過咗嗰個位咧就唔適合做，就唔係咁死板咯。揸車係啦，有原因嘅，樣嘢都咁。當然啦，亦都有唔同嘅風格啦。揸車係嘛？你嘅風格可能偏爽偏急嘅，又或者你嘅風格偏慢郎中嘅，自由淡定嘅。咁大家只要符合安全同埋禮讓，瞻前顧後嘅話，其實大家都冇錯㗎，大家都冇錯，兩個風格嘅揸車都冇錯㗎。即係好似打波咁，又講翻打波啦。你係打開防守嘅，打得好好嘅；另外一位球員打開中鋒嘅，硬嘢嚟嘅，下下都要爆入去嘅。咁只要佢哋大家冇犯規，佢哋都係好波㗎，係嘛？咁唔係話得一種方法我哋揸車就一定要只係識防守，唔係又唔係話揸車只係一定識進攻，唔係。咁如果你兼備嘅，又進攻得又防守得，咁你手車咪揸得好全面，技巧咪好到家啊，好多變咯，個可塑性咪高啲咯，係啊。咁我哋都要透過呢個的士去得我就去埋啦，因為巴士橫掂讓得的士啦，咁我一條隊去埋咯。咁呢啲都係一個譬如我好似頭先過嗰架死車傾緊，我冇理由有右燈左燈噶嘛，大家都知我係直行嘅車啦嘛。咁呢個咪打翻右燈咯，望一望右，你要 cut 右線啊嘛。過埋小巴 cut 左線，因為驚過埋巴士 cut 左線，因為驚佢唔知我 cut 左線啊，所以呢個左燈咪變得緊要啲咯。否則嘅話，其實唔打都冇乜作用嘅，唔打都冇乜影響呢個左燈靈活，唔係話叫自己，唔係話叫大家陋習節省咗佢唔好咁累贅，唔係咁嘅意思，而係話你要打得精明啲，令側邊嘅駕駛者都好清楚你下一步做啲乜嘅，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嘅打燈嚟嘅。
咁我話説都到咗啦，我食個飯先再開始拍第二條片啦。咁我就呢條片就呢度 cut 機啦。大家留言講下你哋有啲咩分享下揸車啊，無論係日常啊，或者打燈唔打燈啊，轉唔轉啊，邊度 cut 唔 cut 啊，早 cut 遲 cut 啊嗰啲呢。咁啊，大家不妨留言講下你哋嘅遭遇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大家睇完路線片之後，如果要掌握裏邊嘅細節技巧，仲要有個良好嘅基本操控，呢方面網課幫到你。單元一，基本認識車輛嘅操控。大家唔好睇小車嘅基本概念，學車嘅過程往往時間緊迫，好多時就算師傅講過，落堂就會唔記得。所以我哋要慢慢仔細咁樣了解車輛基本操作同埋各個部件，特別係平時容易忽略嘅調校座位啦、司機位、常用嘅按鍵等等，等大家可以更加快適應各種駕駛嘅操作。我哋日常揸車成日遇到嘅亂咁上落車、亂咁開閂車門等等嘅危險情況，呢啲咁基本嘅安全知識，往往係我哋學做司機最應該打好嘅基礎。大家記住，首先要培養一個安全嘅駕駛者，先至會有安全嘅乘客。最後，掌握學車必須要知嘅常識，例如交通規則、檢查、維修嘅要點，一步一步建立安全、負責、穩健嘅駕駛習慣。單元二，速度控制，屬於基本操控三大核心之一嘅速度控制技巧，往往被大部分新手所忽略。控制任何會移動嘅物體都離唔開控制速度嘅技巧，因此喺 cut 線、爬頭、轉彎，甚至乎泊車、窄路掉頭嘅時候，假如車速控制得唔好，係必然對整體駕駛質素造成好大嘅影響。喺網課單元二裏邊，同學們將會透過由我送出嘅簡單工具，結合輝 Sir 多年實戰教學經驗所設計嘅練習方法，等大家可以喺一個舒適嘅環境裏邊，亦可以透過影片練習相關嘅內容。透過練習熟練看似簡單而極其重要嘅車速控制技巧，絕對有助大家學車嘅時候更加容易穩定車速，加快學車整體嘅進度。單元三，軚盤控制，屬於基本操控三大核心之一嘅軚盤控制技巧。大部分新手對轉彎存在住各種嘅疑問。要轉到一個靚彎，唔單止同速度、視線、反應等因素有關，正確使用推拉手亦都係不可或缺嘅重要元素之一。喺呢個網課單元三裏邊，大家同學仔可以透過影片，從最基本嘅轉彎概念與技巧着手，了解各種影響嘅因素，並指導大家如何正確地使用推拉手控制軚盤。大部分新手喺學車嘅時候，只係用咗一個好短嘅時間了解軚盤，已經需要揸住一架真實嘅車喺路面上面轉彎，所以轉得唔好係十分之正常。因此，透過單元三嘅練習，我哋將可以由最基礎、最簡單開始，按照影片中嘅建議逐步訓練，逐步打好軚盤控制、推拉手嘅基礎。若果大家按照我嘅建議進行練習，並以短片嘅形式提交你哋練習嘅功課，我會逐一給予針對性嘅回饋同進一步嘅練習指引，幫助你哋日後喺學車過程之中更加明顯提升轉彎嘅技巧。如果你咁樣肯跟住條片練嘅，你雙手嘅推拉手唔柔順、唔進步，你嚟揾翻我啊！單元四，手腳協調嘅練習。揸車點可以唔識手腳協調啊？雙手操控方向，雙腳操控車速。前兩個單元練習咗之後，大家嘅手腳應該更加熟練。以下呢個單元就要將兩樣技巧結合。對於大多數新手嚟講，喺雙手雙腳未完全熟練嘅情況底下，已經需要直接揸住真實嘅車喺路面上面行駛，難度相當之高。對於初學者嚟講，需要同時聆聽指令，觀察路面嘅環境，挑戰性更加係難上加難。因此喺呢個單元提供一個更加合理可行嘅方法，等大家可以喺一個安靜、安全嘅環境練習。利用我為大家準備郵寄俾大家嘅簡單工具同埋練習嘅影片練習，幫助大家逐步練習雙手雙腳獨立控制架車嘅技巧。同前兩個單元一樣，大家都可以用拍攝短片嘅方法交功課俾我，
我會逐一睇下你哋練習嘅成果，並以針對性嘅回饋俾翻練習指引大家，幫助你哋揾到最合適自己嘅練習方法，逐步提升技巧。只要練熟手腳協調嘅技巧，再翻返去實際學車嘅時候，就能夠減少對操控指示嘅依賴，提升各方面練習嘅效果，加速進步。好啦，嚟到我哋單元5，好緊要，好緊要，望鏡盲點，點樣一個正確嘅視線？單元5，正確使用駕駛鏡同埋盲點觀察嘅訓練。大家學習駕駛應該要注意嘅視線焦點，包括望鏡、觀察盲點，以及喺不同嘅情況下切換嘅視線同埋反應。多數新手咧考試肥佬嘅主要原因嚟嘅。大部分新手喺學車或者考試嘅時候，雖然好多時候會被師傅要求查看駕駛鏡或者盲點，但係喺實際學車嘅環境裏邊，要掌握視線嘅正確分佈，亦都要同時觀察鏡同路面嘅情況。大家作為新手，好常見會感覺到好疑惑，根本冇辦法有效咁樣落實指令，唔會亂咁唔望前面咁樣扭太易扭得啱噶嘛。咁所以千祈要戒咗啲壞動作先。針對以上嘅情況，以下單元5將由最基本嘅正確視線望鏡嘅位置開始，逐步說明望鏡盲點覆蓋嘅範圍同埋次序，需要留意嘅細節內容，以及喺 cut 線、出路口同埋過死車點樣可以正確切換視線嘅反應。望一望，望翻前，再擰一擰頭望翻前 ，feel 下隻手係咪喐，會唔會喐咗嘅 ？OK， 望一望，擰一擰。透過精心設計嘅教學影片，循序漸進咁樣練習，等大家逐步可以理解同埋掌握呢啲細節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喺實際駕駛當中靈活應用，達到穩健而高效率嘅學習進度。由單元1睇到單元4，再睇呢個嘅單元5嘅話，練嘅嘢就啱次序啦。去到最後單元6，考生最容易忽略嘅關鍵點，喺轉換行車線、駛出路口、經過交通燈環境之中，好多新手未察覺自己出錯嘅地方。呢個單元假設你已經掌握咗基本操控同埋駕駛鏡嘅盲點應用，將會整合新手初學者經常犯錯而自己唔知嘅情況，扭一扭，停一停，再睇嘅。透過真實嘅案例影片進行講解。望左邊，望左邊，望左邊，聽我講，望左邊。透過網課嘅影片，大家可以逐步拆解長期存在而且常被誤解嘅出錯點。右邊都 OK 啊嘛，往左邊走人。例如正確出路口嘅切換視線啦，正確通過交通燈嘅技巧啦。嗱，準備睇住喎，常速啊，講緊常速啊。譬如睇到嗱，貨嘅中間貨嘅應該去埋嗱，呢兩個白色車停得好好啊，非常之好啊。以及遇到突發嘅情況，例如處理前面有死車而迎面有車而嚟，我哋點樣處理等等。理解呢啲內容之後，喺日常路面嘅練習當中，就能夠更加準確地判斷同埋反應，等學車嘅內容更加充實，避免因誤解或者混亂，浪費咗學車時候寶貴嘅練習經驗。立刻加入網課，為你哋第時都可以做一個安全嘅駕駛者作一個最好嘅準備。依家報名即刻送俾你簡單嘅練習工具，等你跟住練，仲送俾你3個月免費嘅網頁會員。喺網頁大家可以睇到輝 Sir 嘅全部教學影片。想參加網課或者了解6個單元嘅細節，點擊下邊嘅連結，嘟 QR code 或者直接聯絡我輝 Sir 啦。祝大家學車考牌順利，學車學業進步。